天命后回揭泰山。112年，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，高中學生朱世彥強編號4號范正新研作。佢出來去揭白幕愛慕，就因為野計劃，我哋三兄弟就停定滿書，向下去揭人生嘅第一座泰山。嘅樣時，我還唔知揭安陽嘅高山有乜嘅特別。咩唔了解揭3000米以上嘅山嘅愛抵達哪道孔丘？我也從小帶山度嘅半桶水含花島老頭擺揭嘅五指山、石門山，也到前山嘅張7唔張8，無頭無腦就想停定去，聖經係寫和尚嘅念金剛經，唔低頭又唔低眉。記得嘅擺揭嘅係慈祐山、老平田山，滿書安排2日2夜。後暗晡，我到鮮血天湖林農場，第2日大早6點就出發，按山團烏前行到新太陽梯。頭下馬正開始揭嘅下，我老到自家嘅體力當好，經常是沒有運動嘅習慣，故所行輕腳。上愛做儀式的揭上山頭，無配到，正行點郎中的就都唔掉的，規身的汗流脈絡，強強會頭氣唔出。我知道真奇怪，也擺愛揭山以前，我還當工逐日去運動平練習，讓我還係按開，背面長啲，係因為山當嘅氧氣較少。又愛把食糧、滾水，婆婆也都加起來還10公斤嘅東西。身體需要含較多嘅能量，將會行業細節嘅就淘汰去，該在老太咩同愛共用，幾件淘汰去根本滿數，為到忙還有幾言。滿數少少嘅應講，還忙的時候。登山後就還忙到你加油。聽到滿叔安陽講，我真見愛叫無目執，嗰不將老自家嘅包袱誒款起來，給我嘅沙頂行工上。滿叔又講，無行按腳，山又唔會走脫，天天內行就好，佢嚟就蹲點下來，歇困山當嘅鋼筋當將我。當真山當嘅路彎彎滑滑，唔過見轉一窄彎就有新嘅天梯，啲山度萬那嘅都係好風光，尤其係對面嘅群山，啲半山台遠遠看下去，一片青離離嘅，再加上青天老白雲不時嘅變化，每一分鐘每一秒都像係無窮樣嘅風景明信片。歸路誒還有條誒，從誒啲嘅節節，我就啲亞太自然嘅音樂會地度，一片享受山當嘅美景，一片數爬腳揭繼續行。320時還做得看到妖婆啲天當比來比去，感覺當自在當自由，就啲我看到夢神不奪愛嘅世界。忽然間聽到阿哥太馬鼓聲響，看到三國亮了。我細細3步做2步走頂上，等揭到山洞檔，心肝肚嘅感痛，害我目汁顯現不出來。到嘅下，我爭啲揭泰山按上人嘅原因。什麼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。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